大家好，我係 Hero，歡迎收聽迷你公路。嗱，對於一啲嘅老聽眾嚟講啦，咁一見到今集嘅題目，可能都會記得啦。以前我曾經咧就已經講過啊，就如月車站。不過原無意外啦，當年呢就應該係屬於短片嚟嘅。咁至於你話，喂，點解今時今日又再講多一次呢個題目呢？以前咪講咗咯咁幾個原因啦。首先，我自己咧就相當中意呢個傳說。喺我未做節目之前啊，就已經覺得呢單傳聞呢就好有趣啦。其次啦，個人認為喺日本眾多嘅都市傳說入邊，某程度上啊，如月車站都算係一個咧幾有代表性嘅傳說嚟嘅。成個情況咁啊，疑幻疑真得嚟，亦都有個所謂後着嘅發展啦。兼且最重要啦，又係涉及車站。咁其實先唔好講日本啦，世界各地嘅車站啊，其實都有唔少傳說傳聞嘅。嗱，唔好講遠嗰啲啦，就講翻香港啦。舉個例，咁都有油麻地站嘅傳說啦。咁以前又係曾經做過短片啦，同埋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每逢一個人咁處於一種密封式嘅空間啊，密閉式空間嘅時候呢，多少呢都會有一啲潛藏嘅恐懼感嘅心理因素啊咁啦。咁所以車廂啊、車站啊、隧道啊等等，好多時咧，亦都會造就咗咧某一種氣氛條件出嚟，咁導致到總係有種感覺咧，就好多嘢都會發生咁。咁除咗以上所講嘅理由之外啦，咁另外仲有譬如話咁多年嚟啦，咁都有一啲新嘅聽眾朋友啦，而短片方面，我亦都比較少咧去做合集嘅。咁所以有陣時新聽眾亦都比較容易會錯過咗啦。嗱，仲有啦，自己當年亦都係講得唔係太好啦。咁作為一個節目主持，就算係而家都唔敢講話講得好好，咁肯定呢仲有好大嘅改善空間嘅。咁最重要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資料呢，就係當年冇講到嘅，咁所以呢就可以補充翻啦。咁就種種原因咁所以咧就決定咁啊，今晚咧又同大家就講下啦。嗱，咁正如先前所講啦，舊嘅資料會講，同時亦都會咧再追加一啲新嘅資料嘅。好啦，咁都有唔少嘅資料要講，咁所以咧就即刻開波啦。嗱，首先涉及如月車站嘅傳說啊，最早啦，其實就源自當年日本著名討論區 2chan 入邊嘅一條討論串啦，或者貼文啦。咁好自然啦，成個傳說亦都係建基於呢篇貼文入邊啊，事主本人以及其他網友嘅對話。咁簡單講，事發嘅時候，事主咧就上網就同其他網友就講翻呢遇到嘅種種怪事嘅。2004年1月8號晚上11點14分，一個網名叫做葉純嘅女網友，當時咧就講話佢就坐緊某架私鐵啊，就翻緊屋企。咁但係期間呢，就留意到有啲嘢咧就唔多對路啊。譬如話平時大約係5分鐘，最長講緊可能係7分鐘啦，或者8分鐘左右呢，都會埋一次站嘅。咁但係而家坐咗成20幾分鐘都冇埋過站。另外啦，咁乘客除咗係葉純本人之外，車入邊仲有5個人嘅。咁但係個個人呢都瞓晒覺。咁有網友就回應啦。會唔會係阿葉純其實搭錯車，坐咗所謂嘅特急電車呢？咁亦都有人提議阿葉純就去車頭或者車尾嘅車長室就睇下發生乜嘢情況啦。咁當其時阿葉純呢都話 OK 嘅，咁就即管過去望下啦。如是者去到車長室嘅時候呢，就發現車長室嗰隻窗門啊就遮住咗，咁所以亦都冇辦法呢就望到入邊乜嘢環境。咁佢曾經試過敲嗰隻車窗啦，不過咧就完全冇任何反應嘅。同時啦，葉純亦都有補充翻呢，就話佢坐嘅嗰條路線啊，就屬於係靜岡縣嘅私鐵嚟嘅。咁至於出發嘅地點就係新濱松車站啦。仲有嘅就係平時呢班車呢，就唔使駛入隧道啊，咁但係今次呢，就唔同咯。先前就入咗條隧道。而出咗隧道之後，葉純就感覺到架車呢就開始係減速啊，咁最後呢就停泊咗喺一個叫做如月嘅車站。嗱，問完網友意見之後，葉純就決定喺呢個所謂嘅如月車站嗰度呢就落咗車先啦，
再睇下乜嘢環境，揾人幫手定點啦。嗱，當時嘅時間就已經係1月9號凌晨12點半噶啦。咁根據葉純所講，成個愉悅車站基本上咧就一個人都冇嘅。咁亦都有網友就幫手查過啦，咁就話完全揾唔到任何有關於愉悅車站嘅資料。嗱，其實葉純曾經有講過好唔好上翻架車嘅，咁但係猶豫之間架車咧就已經係開走咗啦。咁冇計啦，咁事主就決定嘗試出去車站外邊睇下截唔截到的士啦。如是者咁過咗冇幾耐，葉純就發現，喂，唔好話的士啦，根本四周圍咧就接近係乜嘢都冇嗰隻嘅。咁佢唯有咧就打電話翻屋企啦，就叫屋企人過嚟咧就接佢啦。咁問題係就連父母啊都唔知道愉悅車站嘅位置，咁所以佢哋咧都需要望下地圖先。確定到個地點啦，咁先至再過嚟呢，就接阿葉純走。嗱，期間有網友曾經呢，就問過事主，愉悅車站入邊有冇顯示前一個站啦，或者後一個站係乜嘢站？咁但係葉純呢就話冇啦。有人亦都提議阿葉純沿住鐵路行出去望下啦。咁另外亦都有人講話，車站附近至少啊應該呢都會有人住嘅。咁但係葉純呢就回應就話附近真係乜都冇，就淨係得呢一片大草原同埋深山樹林嘅啫。咁但係佢亦都會嘗試呢就沿住鐵路行翻出去嘅。假設再遇到啲乜嘢問題嘅話，就再上嚟 2Chain 嗰度同大家講啦。咁嗱，當時呢個回覆嘅時間呢就係凌晨1點18分。如是者過咗大約10分鐘左右啦，葉純就話啦。就話父親呢就打電話俾佢，就問咗一啲問題，咁但係仍然啊都仲未搞清楚事主嘅位置，咁所以父親就建議阿葉純就直頭係報警啦。嗱，如是者咁一路直至到阿葉純再有更新嘅時候呢，就已經係差唔多半個鐘頭之後啦。咁啊凌晨1點55分，根據葉純所講，佢曾經呢就打咗過去緊急熱線啦。咁但係嗰邊啲人呢，就以為佢係玩嘢啊，咁所以就冇理到佢。另外有網友呢，就問阿葉純而家車站附近係乜嘢環境？嗱，葉純當時就講話佢隱約聽到遠處呢，就傳嚟一啲聽落似係太鼓啊以及鈴聲嘅聲音，同時成個氣氛亦都開始呢，就急轉直下啦。咁有人就主張為咗安全起見，就叫事主呢，就快啲行翻去車站先。咁但係亦都有人認為翻車站咧就太危險啊，反而就叫事主就走去隧道入邊咧就避一避風頭。嗱，就喺呢個時候，根據葉純所講，有人喺佢後邊咧就大嗌：喂，喺鐵路上邊行好危險噶！開頭嘅時候，葉純就以為終於有車站職員啦，點知一擰轉頭就見到冇幾遠有一個單腳嘅阿伯咧就企咗喺度，跟住就消失咗。咁原本阿葉純都已經有啲驚噶啦，喂，而家見到咁嘅情況就唔使多講啦，仲更加驚添啦。另外，葉純亦都有講話，佢已經打咗電話翻屋企噶啦，咁父親呢就會同警察嗰邊呢就解釋啦。咁但係嗰啲太鼓聲亦都越傳越近啊，而當時嘅時間就已經係呢凌晨2點35分，再過咗10分鐘，咁啊2點45分到啦。葉純就話已經咧就走到過去隧道口，而呢條隧道嘅名就叫做伊佐貫。另外佢亦都決定鼓起勇氣咧就跑出隧道，有啲乜嘢咧就再 update 大家。嗱，咁時間一跳咧又過咗25分鐘啦。當其時根據阿葉純所講，佢就已經咧行咗出隧道噶啦，兼且咧就隱約見到前邊冇幾遠有個人咧就企咗喺度。咁所以佢就打算行過去就揾佢幫手啦。但係其實當其時有唔少網友呢，就已經係勸阿葉純就唔好過去噶啦，因為都覺得呢個人呢有啲危險啊等等啦。咁但係葉純都冇理咁多，佢仲話呢個人嘅態度呢就非常之親切，又話會送佢去附近嘅車站，因為嗰邊呢就好似有一啲商務嘅旅館。咁有網友就問阿葉純：喂，咁嗰個地方有旅館嘅地區啊，叫乜嘢名啊？咁嗱，葉純就話咧叫做比萊。時間去到凌晨3點37分啦，咁葉純就再 update 啦，就話而家架車咧就已經駛咗入去深山，
咁點睇都唔似有停車場啦。咁仲有啦，最緊要嘅係呢，嗰個人即係先前佢話態度親切嗰個人啊，亦都冇再同佢講嘢啦。再過咗大約7分鐘左右，咁啊凌晨3:44，葉純就話部手機呢就嚟冇電啦，而家嘅情況亦都好唔對路，咁所以佢就諗住一有機會呢就會逃走噶啦。至於另外嗰個人，由正話開始呢，就不停咁自己同自己講嘢啦，沉沉咁，但係呢，就聽唔明佢講咩嘅。嗱，事情發展到呢個位呢，就係事主葉純最後一段留言啦。咁時間一跳就已經去到呢7年之後咯。2011年6月30號晚上6:26，一個網名亦都同樣叫做葉純嘅人呢，就再次留言啦。咁根據葉純所講，佢終於咧都翻咗嚟現實正常世界啦。嗱，咁當然啦，事隔7年，亦都發生咗唔少嘅事情。咁基於種種原因，事主亦都唔能夠咧就多作回應。但係佢都知道，仍然有唔少人咧都關心佢嘅。咁所以咧，佢就想分享翻當年遇到嘅事情。嗱，7年前呢，就提到葉純上咗一個陌生人架車之後，就開始覺得唔對路啦。亦都打算揾機會逃走啦。咁而家咧就駁翻嗰個位，就繼續講啦。話說當其時，司機即係嗰個陌生人啊，突然之間就停車，而葉純就見到附近嘅森林入邊就有一啲光線。與此同時啦，佢亦都聽唔明，喂，到底個司機講啲乜啦？咁但係點都好啦，就喺呢個時候，葉純嘅右手邊啊，就出現咗一個男人。跟住四周圍就散發住一種咧相當耀眼嘅光芒，而架車咧亦都受到某啲事物嘅撞擊啊。跟住葉純就發現個司機就唔見咗啦。咁至於車外邊個男人咧就好緊張咁啦，就同阿葉純講，就問佢點解會走嚟呢度噶，又話佢啊即係葉純就唔可以留喺嗰度地方嘅，而正話嗰個神神怪怪嘅司機就已經俾呢個男人咧就消滅咗啦。男人仲叫阿葉純就快啲即刻走啦。好啦，咁如是者講完之後，個男人呢就將阿葉純就拉咗落車，就叫阿葉純跑過去有光嘅方向。咁對於突然發生嘅一連串嘅事件，葉純當然就一頭霧水啦。咁唯有呢就硬住頭皮照樣跑過去啦。咁由於光線實在係太過耀眼啊，咁所以葉純跑到過去嘅時候，焗住呢都合埋眼。到佢再擘大眼嗰時呢，就已經發現自己喺最近嘅車站嗰度，而佢嘅父親當其時亦都在場嘅，就喺架車嗰度呢，就嗌佢啦。嗱，葉純就聲稱佢翻到嚟嘅時間，或者正確嚟講嗰個年份啊，就已經係呢2011年4月啦。咁換言之，亦都即係呢出呢篇所謂嘅後續貼文嘅2個月之前。至於葉純嘅父母都冇理咁多。好似乜嘢事情都冇發生過咁啦，接咗阿葉純翻屋企就算啦。最後葉純就多謝大家嘅幫手啊等等啦。嗱，咁其實講到呢度呢，涉及如月車站嘅傳聞啊，大致上呢就咁啦。咁我又講埋當年有提及到嘅其他傳聞先，咁跟住呢，先至再補充一啲新嘅資料。事緣2011年6月份，葉純出完呢個 update 啊。過咗2個月之後啦，咁8月2號晚上10:29，有另一位網友 Radio Bunna 就聲稱坐緊車嘅期間呢就瞓着咗，結果醒翻嗰時呢就已經發現個車就停咗喺如月車站，而當其時 Radio Bunna 亦都有影咗個車站啦，同埋架列車嘅相就放咗上網嘅。根據事主所講，佢原先就喺關東地區上車。咁但係過咗千葉之後呢，佢就發現自己就去咗呢個所謂嘅如月車站，仲講話車站嘅時間啊，比起網絡時間就快咗1個鐘頭，而且最重要嘅係呢，當晚關東地區明明啊曾經呢就發生過5級地震，不過佢喺如月車站嗰時呢就乜嘢都感覺唔到。嗱，有另一位網友亦都聲稱自己曾經去過如月車站嘅。但係隨住佢行咗入一間超市之後啦，個車站咧就消失咗。事後佢翻查張車飛嗰時，亦都見唔到任何有關於如月車站嘅資訊啦，譬如話冇相關嘅出閘記錄啊等等啦。
嗱，就涉及呢啲咁嘅如月車站嘅網上照片，有人曾經咧就仔細檢查過，就發現車站嘅站牌嘅嗰個樣啊，就應該屬於係咧關西地區嘅。咁至於嗰架出事嘅列車，亦都唔係都會區附近嘅車種。咁所以有人咧就認為呢單傳聞就係假嘅。咁但係亦都有人相信係真有其事，而事主就去咗平行時空咁講。另外啦，2012年8月19號晚上8點19分，網友 Bigkaren 喺 Twitter 上邊咧就講話自己去咗如月車站。根據事主所講，佢原先架列車上邊嘅廣播咧就係女人聲嚟嘅，但係後嚟就唔知點解啦，就變咗做男人聲。跟住廣播系統咧就講話，接住落嚟最後嘅車站就係如月車站啦。事主亦都有講過，如月車站嘅月台上邊就冇任何嘅站牌，出閘位亦都已經係閂咗噶啦。咁至於車站入邊，當然亦都冇晒人啦。嗱，其實喺車站嘅期間，事主曾經咧都打過電話嘅，咁但係點打都好啦，個電話咧都係駁唔通。後嚟佢透過當年嘅 Twitter 就嘗試去揾人幫手啦。根據事主所講，每次佢攞部手機影相嗰時咧，手機都會顯示記憶體不足，跟住咧就強制退出嗰隻。即使佢已經刪除咗手機其他相都好啦，情況仍然咧都係一樣嘅。咁簡單講，點都影唔到相啦，同時亦都冇辦法咧用部手機嚟翻查自己當時嘅位置。仲有啦，佢雖然就揾到一部自動販賣機，但係販賣機上邊嘅地址資料就已經俾人咧就鏟走咗。咁至於附近見到嘅列車時間表旁邊啊，亦都寫咗一啲咧睇唔明嘅文字啊。嗱，事主曾經有諗過咧離開車站，不過有網友咧就勸佢唔好啦，留喺車站入邊可能會安全啲啦。咁點都好啦，如是者搞完一大輪之後，事主喺車站就瞓着咗，大約瞓咗半個鐘頭左右，有個朋友咧就打電話俾佢，咁間接就嘈醒咗佢啦。而醒咗嗰時，事主就發現自己已經身在咧位於神奈川縣嘅小田原站。嗱，跟住講嘅呢部分嘅資料就屬於係比較新嘅資料啦。時間一跳就去到咧2015年7月20號星期一晚上10點52分，一個叫做朱雀嘅網友咧就講話，過往曾經唔單止咧就真係有如月車站嗰度附近一帶咧仲有人住嘅添。咁至於點解後嚟又冇晒人呢？根據朱雀嘅調查所得，基於某啲原因，當年地方政府就決定清拆呢個如月車站。不過有部分嘅居民咧就反對呢個做法啦，仲特登咧就留咗喺月台嗰度就抗議。結果清拆工人同居民咧就發生衝突啊！最後有部分抗議人士仲俾嗰啲咧清拆機啊、重型機器啊咁咧就打中，導致到咧死傷無數。咁亦都因為咁嘅原因，車站入邊仲留低咗唔少呢啲俾機械刮花咗嘅痕跡嘅。咁朱雀亦都有補充，聞說一般人乘搭列車嘅期間啊，途中有可能會撞咗入去唔同嘅路線啦，導致到原本嘅乘客就會消失，就剩翻咧瞓緊覺嘅嗰班人。咁但係其實嗰班咧就唔係真正嘅人類嚟嘅，而係當年死喺如月車站嘅亡靈咁講。朱雀仲提及到，如果事主本身係着住一啲類似係政府官員制服嘅話咧，隨時都會受到呢班亡靈襲擊。咁唯一嘅對應方法咧，就係點着一啲香煙。咁有網友睇完朱雀咁講之後咧，就認為鬼魂可能會當咗香煙散發出嚟嘅煙啊，係用嚟供奉佢哋嘅線香，咁所以咧就會放過當事人。好啦，咁啊時間去到2016年3月28號星期一，有另一位女士就嘗試解釋事件，點解一直都有傳有其他當事人啊喺架車嗰度瞓着咗之後，會發現自己去咗一啲不知名嘅地方呢？咁就因為佢哋根本咧就連埋架車就翻咗車廠。嗱，根據呢位女士所講，佢有個女性朋友就真係試過呢個情況啊，坐緊尾班車嘅時候就瞓着咗啦。醒翻嗰時就發現自己咧身處喺一個唔係車站嘅地方，而周圍嘅環境亦都係黑麻麻，咁所以呢個朋友當時咧都好驚噶啦。
咁如是者一路直至到呢，有車站員工就見到佢啦，就同佢講啦，就話架車呢，喺佢瞓着咗嗰時啊，就已經過咗終點站，而家呢，就入咗維修車廠嗰度。嗱，最恐怖嘅係呢個女性朋友居然呢，因為成日都唔知醒啊，就已經去過車廠呢超過3次噶啦。咁所以傳聞入邊有部分嘅情況就未必係假嘅，亦都真係有可能會發生啊。嗱，先唔講到底涉及如月車站嘅傳聞係真係假啦，無可否認嘅係咁多年嚟啊，一直都有唔少網友就嘗試攞住當年事主阿葉純所講嘅資料就去追查翻到底如月車站嘅大約位置喺邊，同時亦都有人分析到底事主會唔會其實係搭咗回頭車翻咗去車廠嗰邊，中途又落咗車呢？但係亦都有網友咧就反駁，新濱松嘅尾班車就11:40開出，到達終點西綠島車站嘅時間就應該咧係凌晨12:13左右嘅。而嗰度可以換乘嘅路線啊，就屬於係非電氣化啦，咁所以好自然啦，唔會出現電動列車先啦。雖然過往曾經有所謂氣動列車出現過，不過喺1961年嘅時候呢，就已經係停止營運噶啦。咁至於西綠島車站嘅尾班列車開出嘅時間呢係11點，咁換句話講，計翻晒啲時間嘅話，架列車正常咧就唔會兜翻轉頭翻去新濱松嘅，反而就應該係咧停喺西綠島站，直至到第二日朝早咧先至開車，或者就直接駛入車廠啦，進行維修檢查啦。咁所以回頭車嘅理論咧就唔成立嘅。另外啦，亦都有部分人相信傳聞中嘅如月車站啊，實際上咧就係遠州鐵道嘅路之公站。咁但係亦都有人反駁，就話路之公站附近呢都有唔少嘅細嘅住宅區啦，咁所以就推翻咗呢個講法啦。咁除咗以上嘅解釋之外啦，亦都有網友認為成單嘢其實呢就純粹係一個創作嘅故事啦。咁姑勿論點都好啦，涉及如月車站唔單止有傳聞，近年仲有譬如話2022年啊6月3號上映嘅同名電影啦。仲有嘅就係本地香港漫畫家阿和仔啊，鄭健和曾經亦都推出過呢相關嘅漫畫作品。咁至於你話傳聞本身到底真有其事定還是純粹虛構呢？都係嗰句啦，就留待聽眾自行決定啦。好啦，今晚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聽，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係咁多，拜拜。